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8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总经会大约20亿的大台南会展中心上午举办动土仪式，行政院长赖清德亲身南下主持。未来这个会展中心将会当容纳600个单位，还有1000人的会议室，将带动台南经济产业的发展，估计110年会当完工。行政院长赖清德伫市长日来积极争取的大台南会展中心，伫去年由夫妻营造得标，8号即天嘛正式举办动土仪式。行政院长赖清德嘛亲自南下主持动土仪式，并一一感谢所有帮助过会展中心的官员甲民代。我们台南市总共有17所大学，学术研究可以在台湾可以说算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了。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有14个产业聚落，在全台湾20个县市里面，产业聚落最多、最完整的，其实我们台南市。再加上县市合并，整个商业活动增加，产业正在转型，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一个会展中心，一方面能够让我们的学术研究单位可以举办国际型的研讨会。那也可以提供我们的产业进一步的去发展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去争取。那今天达到，那我相信对于未来整个台南市的发展，不管是经济发展，或是学术的这个研究交流的发展，还有本身的这个会议产业的发展，以及展览产业的发展，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忙。那么当时就是选定高铁特定区，这里是一者是这边的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现在是双铁共构，就是高铁跟台铁。那我们渴望在最近应该就会核定一个新的捷运的系统，将来这个地方是3铁共构，交通非常的便捷，所以呢来筹设会展中心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地点。会展中心的外观嘛结合昆新的海洋意象，以及用红色无共材质作为外墙，营造孔庙、意在金城等古迹的历史感。预计伫3年后完工，到时阵将提供600个单位、20个人到1000个人的会议室，带动大台南的产业发展，配合周边即马咧进行的建设，将成为台南未来发展的重要基地。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已经过身的善心人士适合定比丘尼关境消防车和消防局8号上午伫个消防局第6大队举办敬车仪式，副局长杨宗林特别颁发感谢牌，表扬善行。已经过往的适合定比丘尼意爱灵感，因为知影咱市消防局欠缺巷道内拍火小型消防车。将家己深厚的财产结合家属的爱心，共同捐赠一台价值349万的小型消防车，予台南市消防局，提升咱市灾害抢救的能力。对此，消防局副局长杨宗林也颁发奖牌，感谢适合定比丘尼的善行。大家再一种热烈的掌声鼓励，非常谢谢你们的。在这非常感谢我们潘女士的姑姑就是核定法师，他的遗愿他本来是要捐赠我们救护车，但是因为救护车现在的数量已经达到饱和，所以我们请他考量是不是捐赠我们小型的双舱式消防车。经过潘女士跟她的家族的商量以后，那决定捐出这台小型双舱式的消防车。那在此也建议，如果有善心人士愿意捐助我们消防器材以及救灾器材的，也可以考量捐赠小型消防车以及其他的救灾器材。伊讲伊老了物件会当做一些有意义的公益，跟人家结缘当然是在寺庙里有信众去拜拜，都是祈求平安嘛。如果说我当初就是想捐救护车。
那大队长鼓励我说，需要消防车啊，这样如果大家能得到平安喜乐就好了。消防局嘛将这台消防车号名核定号，希望会当抛砖引玉，让社会更侪人加入公益的行列，发挥大爱精神。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让偏乡甲弱势家庭的朋友得到更加特色的照顾，南方购物中心的董事长侯博明特别捐赠伊甸基金会一台复古清洁货车，希望未来这台货车会当将关怀送到台南的每一个角落。后永岛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创办人，同时也是南胖购物中心董事长侯博明，为关怀偏乡以及弱势家庭，8号下晡伫南胖购物中心的太子龙广场举办辅具清洁货车的捐赠仪式，希望透过这台车的行动服务，减轻心中朋友行动不便的负担。我们永都基金会还有台南环州南环购物中心，就是用取之社会，回馈社会。我们一点一滴，我们捐的车这一步算是第17步了，17步了。包括消防车，当然那个抽水机那不算了第17步了，我们会继续来捐献给社会需要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急难救助我们也是由里民来申请包括我们昆生湾慈善会也会扩展到全国一些急难的救助，有时候真的老大人是连刮擦钱都无呢，把这拢领了啦，但是我们都会帮忙到底让老人家得到一个善终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辅具通常都一定贵，为什么贵？因为它不能2次伤害，它一定做得非常好，所以呢，这么好的辅具用没有多久，需要使用的人不在了，家里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我说眼光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侯董事长非常的有眼光，虽然他说捐了很多不同的需要，都是看到需要嘛。我想在台湾大概捐这个清洁巡回车可能是第1家了。根据统计，台南市目前轮椅使用者大约3万人。伊甸基金会去年11月成立阿万西辅具清洁工厂，提供到厝回收以及清洁保养的服务。透过这台辅具清洁货车的启用，会当将这项大型的服务更加推广出去，加惠更加侪身障朋友以及行动不便的长辈。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目前幼儿园的护理师是外包的，所以也造成校方无法度直接管理。议员李文清召开记者会，呼吁教育局应该爱处理建立甲病院的沟通管道。现在因为幼儿园的校务是属于外包的，校方无法度直接管理，为了避免校方甲护理师伫工作上有所冲突，所以议员李文清嘛希望教育局会使直接甲病院建立起沟通的管道，避免安尼代志发生。因为咱无法度讲，亲像小学的内底，我们每一间学校都会有聘用护理人员。那我们幼儿园呢，因为我们编制的问题，还是说经费的问题，咱就是委外，然后来作为我们园所里面的一个校护的这样一个工作。这个我们今天座谈探讨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还是要互相尊重了。毕竟我们教学幼儿的一个工作和护理卫教的一个工作是不同的一个领域的。所以这个呢，应该若是讲大家有这个看法无同款的时阵是不是讲这个应该我们教育局的高层呢，应该就是把他说看怎么样来解决、来处理会比较好。教育局嘛回应，会甲合作的病院建立沟通的管道，并希望院方会使建立完整的制度，让幼儿园的小朋友更加完善的环境。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遐款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
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107年度的繁星红榜，中英中二高中部再度传出好成绩。今年的录取人数高达57位，其中3年一班全班41位，都有31位录出大学，其他10位是拼大学指考。学生特别趁着老师生日，全部拢回来替老师庆祝，场面非常温馨。中英中二高中部3年一班的学生，每一位穿着象征一班的班服，将教室布置成生日趴，耐心等待化学老师张乃文来进入教室。张老师伫个无心理准备的状况，一进入教室，就予学生的尖叫声惊一个。原来隔天就是老师的生日，连老师的车嘛被布置甲不灵不灵。接出来，也有学生热情的表演，并且赠送生日礼物，予张老师相当的感动。感动的除了生日，另外就是学生的好成绩。张老师表示，虽然家己嘛是中英毕业，转来教册。但伊要传承的，就亲像班服图腾同款，永远的 No.1。我们科里面的一班，那目前都传承着这个1的图腾。那我希望这个1呢，这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所有老师跟同学努力打造出来的，这是无可取代的，因为这是最好的。那在每个年级，我希望呢，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然后呢，大家都身上都有这个印记，这个传承好让大家认同这是个荣耀，这是最棒的认同。那谢谢今天他们回来为我庆生，谢谢他们满满的祝福。全班41位有31位录取大学，连导师蔡燕金嘛相当的感动，你同学嘛拢知影感恩回报。今天我们大家一群回来，是因为要帮一位老师就是庆生。那在经过繁星计划，还有就是个人申请之后，我们班有高达30位以上的同学都进入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学。那所以我们都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感谢老师这3年来的教导、支持跟陪伴呢，是一个导师所能做的让他们有信心，能坚持他们的理想，继续往前去迈进。那听到这样的回馈呢，这是一个老师最大的成就。除了繁星放榜的好成绩，另外中英中二英语能力嘛真厉害。伫个黄淑玲老师的指导下，6位高中2年级的学生第一道参加全国英语的辩论比赛，就进入决赛。对一开始的恐慌，经过不断的练习，马上得到真好的成绩。开始收集论点，然后到最后我们做了非常多次的模拟辩论，就是我们会运用我们课余时间，甚至星期六早上呢，我们可能6个人就会聚集在学校，那我们正方跟反方就会进行一次模拟的辩论赛。那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呢，我们才慢慢可以抓住辩论的节奏，然后进而让自己一直进步。现在6月正加强的练习，希望伫6月初代表南区伫全国总决赛会用个摕下好的名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立病院举办体验活动，以着妈妈日常生活家务事作为主题，包括顾囡仔、煮饭、拍衫、倒垃圾等等，互参加的人实际操作，体会母亲为家庭所付出的心血，借此感恩妈妈。台南市立病院上午举办妈妈辛苦爱你知的活动，首先由曼陀林乐团演奏3首有关着母亲的乐曲作为开场，就伫咧1楼的大厅，互所有的病患甲家属，甚至护理人员聆听。
希望大家会当感受到母亲节的气氛，同时也借由亲自体验母亲伫咧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家务杂事，亲像是包料珠啊、到粪扫、煮饭等等，来感受母亲对家庭付出。医疗资源是讲用专业去顾患者吼，用心嘛真重要。但是我想世界上吼，无一个人亲像妈妈安尼对咱遮用心啊，无少代价。所以咱今日的活动主要就是讲，主要来感谢，用优美的音乐啊，来表达咱对咱大家妈妈的辛劳啊，一个心意啊，办一个活动啊，拜托讲咱这做查甫的吼，也是做囝儿的、做囝的吼，爱体谅妈妈的辛苦啦。其实这想起来吼，有当时啊，咱。上少嘛爱一支嘴，你听吼，就是讲，莫我感谢谢谢吼，啊上好吼，出一粒手咧，哎妈妈你无用的时阵，甲帮忙一下，只要帮忙几摆啊吼，我想做妈妈一定足感动。台南市立病院院长也伫咧1楼的大厅亲自发送康乃馨，予每一位民众，希望因拢会当感恩母亲，同时也祝福着全天下的母亲拢会当平安快乐。台南新闻网赵林跟采访报道。近年来，虽然化学甲表白药物的治疗大大提升癌症病人的存活率，不过这种化疗对心脏的影响却长期被疏忽。基比医学中心伫3年前成立心脏肿瘤团队，特别注意心脏毒性的治疗，借出来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质。林小姐因为1年前得到乳癌，伫咧经过化学加表白治疗，虽然肿瘤得到真好的控制，不过最近却发现背楼梯会喘。经过基比医学中心的治疗，发现是化疗造成的心脏毒性。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目前肿瘤的治疗日新月异，事实上病人的存活率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希望主要是病人可以活得不只是久，还活得更健康。但是像我们知道，目前有一些不管是传统像是小红莓，或是像一些标靶的药物的话，像贺海平，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脏相关的毒性，造成像心衰竭或是心发性高血压，或甚至是冠状动脉疾病、心律不整这一类的。我们希望说，事实上可以透过早期的介入治疗，跟心脏功能的监测，跟良好的一些卫教系统。事实上可以让病人心脏得到一个良好的保健。我们知道台湾事实上发生乳癌的病患，有时候都越来年龄层下降，30、40岁发生乳癌，他们不觉得他会有心脏相关的并发症，但事实上我们很多病人之后长期事实上他可能可以活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哈。我们希望这段时间心脏功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保护跟维持，让病人不只是活得久，还可以越活得越健康。因为过去肿瘤心脏学伫咧台湾并无研究，不过伫咧国外却真受重视。对此，基比医学中心对3年前结合心脏内科加血液肿瘤，成立心脏肿瘤团队，针对乳癌加淋巴癌化疗的患者，做心脏的检测加追踪。3年来，收集了200位台湾的本土资料，率先成为台湾这项心脏保护计划。不但成果丰富，并且伫咧国内外发表期刊。以基比也将5月5号定做基比的肿瘤护心日。未来也将伫咧亚太心脏学会来做发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神经是人身上真重要的系统，其中脑神经的部分，因为位置较容易受到压迫，一旦受压迫上久，神经就会受损，甚至造成手压袂起来的状况。一旦发生，就爱用保守的方式处理。医师表示，90%左右的患者拢会当完全被治好。随着手的恢复，脑神经主要是控制手腕甲手的活动，加上位置因为较容易受到压迫，因此常常发生着一旦神经受到压迫，就会造成损伤，互手部无法度像一般人共款自由来活动，甚至会有麻痹甲痛痛感觉。国综合复健科的医师来表示，一旦发生手袂当振动的状况，要先确认是毋是中风，若毋是的话，再来进行着脑神经的修复治疗。一般这种周末夜麻痹症候群，大概发生时间大概就是周末狂欢之后，隔天醒过来发现手不举。那当然，病人通常会比较担心是不是真的自己发生像中风这种严重的问题。那其实如果真的
自己有一些危险因子，像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那你当然如果比较担心自己真的是中风的话，可能会建议就是要到急诊去。那一般如果没有这些危险因子，你只是就是睡得太熟，隔天起来手麻痹不举的话，你通常可以再等一下，等个1天2天。如果手真的没有恢复，你就可以到门诊去就诊。啊，包括到复健科或到神经内科，我们都可以做临床的判断。那判断之后，再做一些神经电生理检查之后，通常就可以做确认诊断。那如果确定诊断之后，这种周末叶麻痹症候群，通常它预后都相当的不错。那只要做一些保守的治疗，那在固定时间在门诊追踪做神经电生理检查，通常在2个月之内，病人大概都可以完全恢复。一般性的损伤，只要用热疗，再加上肌肉电刺激以及功能性训练，就当一步一步来互神经修复。只要用到适当的方式治疗，大约6个礼拜到8个礼拜时间，就当完全来复原。单新闻网赵林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乌阴顺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0度，落雨的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5月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